今年超級推介榜年度推介25-26賽制全面更新，等我為大家逐一介紹啊！今屆獎項分為4大類別，包括歌曲獎、歌手獎、幕後獎項以及人人樂壇大獎。先由歌曲獎開始，今年唔再以音樂風格去劃分，改為頒發9首超級年度歌曲獎以及1首超級年度之歌。入圍資格方面，歌曲需要喺52個禮拜入邊曾經登上推介榜頭5位，之後會交由國際專業評審團進行監聽，再經投票選出最終10首得獎作品。當中票數最高嘅1首就會成為超級年度之歌，其餘9首就會獲頒發超級年度歌曲獎。跟住嚟到歌手獎，今年嘅8大歌手獎項將會由全港樂迷以1人1票形式投選。喺各個入圍名單當中，得票最高嘅歌手單位就會獲頒發相關獎項。再嚟就係幕後獎項啦。幕後獎項會根據本年度參與最多冠軍歌嘅幕後音樂人去頒發相關獎項，肯定佢哋喺年度作品中嘅重要貢獻。今年繼續設有2個人人樂壇大獎，分別係人人樂壇年度歌曲大獎以及人人樂壇年度歌手大獎。入圍資格方面，歌手及其作品需要喺52個禮拜入邊曾經喺推介榜獲得冠軍位置，而呢2個獎項將會喺頒獎禮當晚由現場觀眾以1人1票形式投票選出，最後票數最高嘅歌曲或者得票最高嘅歌手單位就會奪得獎項啦。